新闻一开始来看一站的社会悲剧，讲到这家人昨呢有一个5岁囡仔，互伊的老爸用枕头挟死。警方2点钟后抓到这个老爸。警方调查讲，也发现讲因翁仔某最近感情无好，食酒了后想到因某要含伊离缘，伊就真生气，把这囡仔来挟死。而且这个查甫人佫会拍某，想袂到这保护令还未核准，就发生这站的悲剧啊！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儿子？是为了监护权吗？涉嫌用枕头挟死5岁后生的世界的爸爸无讲话，警方搁早扣案的枕头做证物到庭移送。警方调查嫌犯14带后生当于大所在啉酒了，想着太太要甲伊离婚，就真生气，竟然用枕头挟死后生。警方2点钟了后将伊抓到案。今日市长陈国良特别举行记者会，说明警方社工系统处理的情形。跟母亲有一些肢体上的一些争执，那母亲因此有申请了保护令，但这个保护令呢，并非紧急保护令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法院仍没有核定下来。在整个厘清之后，我们将依违反刑法的杀人罪来移送地检署来侦办。警方表示，翁某结婚2年，有一个5岁后生，因为生活观念落差大，一直冤家。不过分居了后，也是和爸爸因探视后生。第4岁因为嫌犯动手，太太第一摆通报家暴，申请保护令，却无出面做笔录，函送法院核定。5月初6，法院收受警方函送的案件，2日了后，法官定伫6月初6审理专案。母亲是表示呢，因为她已经全权委托律师，所以不希望我们社工这边继续的介入服务，但是我们还是持续的透过电话简讯，希望能够跟这个母亲保持联系。经过社会处了解了后，发现爸爸毋有虐待囡仔的记录，亲密关系量表的危险评估是中低危险。不过专家认为，议员爱注意常常发生的危险。可能觉得说，这2个亲密关系的有状况的人已经分开了，好像暂时压力已经解除了，他还是处于一个就相当高压的状况。别忘了，这个中间就是还夹了一个孩子，那个触发点触发的时候，可能有时候受害的就是小朋友。专家建议，就算第一家关系亲密也免轻视，尤其其他的支持系统也要特别注意，及时保护，因为案例随时爆开，学校也要加一寡关注。若囡仔有异状，就要通报社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